好遺憾，康康最終未能撐過這一關，而於2026年5月26日上午離世。接收康康後，本團先為佢沖涼及進行基本護理，其後在剃毛護理期間，工作人員發現康康全身皮膚情況比表面所見更嚴重，身上有明顯皮膚炎及多處皮膚損傷，其中有2處傷疤較為深刻，整體身體情況令人觸目驚心。當時康康仍然願意進食，大家都希望佢可以慢慢穩定下來。經檢查後，康康的身體情況比想象中更複雜。驗血結果顯示佢有明顯貧血，接近中度程度，同時亦有早期腎功能受損，肝指數異常升高，炎症指數偏高，以及甲狀腺指數偏低等問題。身體內部多項數值出現異常，反映康康並不是單一部位不適，而是整體健康已經相當虛弱。進一步影像檢查亦發現康康肝臟有較大的腫瘤，脾臟亦有團塊，醫生亦提到有轉移可能，需要持續觀察及跟進。X 光顯示佢的胃內懷疑有異物，胃部位置亦受到影響，這亦可以解釋為何康康進食後容易出現嘔吐，未能好好吸收營養，令本已虛弱的身體更加吃力。除此之外，康康亦有嚴重全身性皮炎，身上可見多處皮膚損傷，當中2處較深色的疤痕，懷疑是曾被高溫物件燙傷後留下。對一隻年老又患病的狗狗來說，這些傷痕背後或者是我們無法完全知道的經歷。原本醫生已與犬舍確認，康康後續會以安寧治療為主要方向。本團亦準備按醫生建議，為佢安排用藥、保溫及照顧，希望盡力減輕佢身體的不適。可惜康康的身體已經太虛弱，還未等到後續治療安排，便已離開。2026年5月26日上午，康康出現呼吸急促情況，最終仍未能撐過去。康康雖然只與我們相處了短短幾日，但佢不再係街上無助等待的一隻狗。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裏，佢有名字、有醫療、有照顧，亦有人記得佢。感謝眾多善心人一直關心與支持康康。雖然康康未能留低，但大家給予佢的關愛與支援將會繼續延續到康寧中心其他年老及患病無孩身上，化作佢哋的醫療、照顧及日常所需。康康一路好走，願你脫離苦難，在彩虹橋上自由奔跑。